咱台湾木星股的选手林旭廷，也有阿尔及利亚的选手克利夫，伫2024年巴黎奥运参加比赛时，拢摕到金牌，啊，毋过嘛有性别的风波。国际木星股总会 IBA 一成不满，对外宣布要针对迄当时相关2人的国际奥会采取法律行动，而且搁用美国总统川普初五签署的行政命令来合理化因提出的诉讼这个行为，强调毋是针对选手，是针对国际奥会。性别的风波直直讲价。根据美联社报道，国际木星总会初则宣布，要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采取法律行动，原因是不满国际奥会允准台湾的选手林旭廷、甲阿尔及利亚的选手克里夫伫巴黎奥运参加比赛。因为这几日大兴是美国总统川普禁止跨性别的选手参加女子的运动赛，过来国际群众嘛要提诉讼。林旭廷的教练詹志强真无奈，出来批评国际群众。我觉得他做这个举动是很愚蠢的事情，他就是想要找一个话题跟 IOC 对抗嘛。我觉得他比较恶劣的是这样子，就是一直朝人家的性别人身攻击，老是来污蔑我们的国手。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容许。新北市长侯友宜支持新北的查某囝，那批评国际木星总会的抹黑，前职业木星协会理事长，嘛是从亚运的选手过机来，嘛对林旭廷赞声，认为 IBA 不应该质疑林旭廷的性别。体育署是维持一贯的立场，强调讲林旭廷就是查某的运动员，希望民众唔通阁质疑。台湾的运动选手大部分都是从国中、高中、大学10几年的经验累积下来，才能当国手。如果他是男性，他不能参加比赛了。国际木星总会声明讲，照瑞士的法律，任何对着选手构成安全风险的行为甲无作为，拢要受调查。正做提起刑事诉讼的理由，毋是针对选手个人，是质疑国际奥会的决定。不过，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敢会甲木星纳入比赛的项目？今年顶半年就会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